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伫这个所在见面了。虽然有的人也搁伫病痛当中，有的人也搁对这个疫情有惊，但是咱感谢主，保守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经历到这款的疫情的时期。现在有的人心内较无惊咯，但是咱仍然得有小心，因为咱伫无小心当中，可能也是会感染着，所以求主保守，甲咱同在。平安是现在这个世界中真重要的一项代志。人若失去平安，咱的生活就产生问题，惊吓、小担、毋甘。平安毋是咱规日一死的给巴图咧，迄个是叫做骹躯。平安是伫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有平安，有主的同在。咱伫慌乱当中就毋免惊，因为咱知影有主甲因同在，甲咱同在。咱感谢主，信主的人，当耶稣出世的时阵，天使来报告，伊讲这位要出世的救主伊的名要称呼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既然有神甲咱同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甲咱同在，咱就毋免惊吓。圣经有真侪应允，你毋免惊，毋通惊，我甲恁同在。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所以这是讲到上帝的保守。伊也甲咱讲，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到现在仍然真惊吓，毋敢出门呢？或者你内心有啥物顾虑呢？有啥物担心呢？咱将这一切来交托给上帝，因为伊顾念咱。咱这个时也要借着上帝话语，互咱心内力量搁较坚固，因为上帝的应允，咱心内就无惊吓。三甲额头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救主，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阿爸爸神。阮是你的囝儿，生活伫这个世上动荡不安的世界中面。有了你的同在甲应允，阮就毋免惊。感谢上帝，阮这个时来到你面头前，甲众兄弟姊妹，无论因现在伫什么国家，伫什么地区，求主你的圣灵借着你宝贝话语来帮助阮，互阮听了你的信息，心内有平安，来坚固阮的信心，也互阮对将来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永远的、荣耀的盼望，这是世间人所无的，那是属主的人才有的盼望甲平安。阮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甲阮同在，也求你洁净阮的内心，互阮存着一个圣洁的心来到你面头前敬拜你。阮的祈祷才望主垂听，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些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绵力，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在危难也不改变。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绵力，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在危难也不改变。各位的兄弟姊妹，本主日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伫基督内的爱心有根有基啊！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迄个爱心有根有基，就是有根基啊。Your love is rooted and grounded in Christ。这个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有根有基。咱今仔日要接到以弗所书第3章啊，第16节到第4章第6节这段的经文，来讲到保罗是怎样对这个教会啊，向教会，还是为教会来祈祷的代志。保罗伊写这个书信的时阵啊，是伫监狱内面啊。伊伫监狱内面哦，为着教会，为着上帝的行礼啊，来祈祷，因为为着这个教
教会就是一家信主的人，聚集做这个会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即群的人啊，无论伫什么所在，即群人拢是上帝所指定的教会，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身躯就是所有的信主的兄弟姊妹每一个肢体譬如说骹手各方面的身躯的肢体有了身躯有头做领袖有跩身躯的各部门是做肢体形成教会。这个教会伫圣经内面讲是一款的奥秘，伫旧约时代是无启示出来，到新约上帝才启示出来，是一个真奥秘的代志那么保罗伫监狱当中来为教会来祈祷。第3章的14节、第15节开始保罗祈祷的态度是安尼，伊讲：因此我伫爸的面头前屈膝，就是跪落来祈祷。天顶地顶的逐个家庭国家各个家庭，拢是对伊得名的。这两节讲到保罗祈祷的态度。伊讲：我伫天父的面头前跪落来祈祷。伊即款的祈祷的举动是跪落来，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伊为着上帝的教会热心，叫真诚恳的心来祈祷。屈膝就是两个骹头夫跪落来涂骹咧祈祷。是一种表达真极度极深的敬畏上帝，是一款真感激上帝，甲即款谦卑的态度、幸福的态度真热心、真热情来为教会来祈祷。讲天顶地顶的国家包括这个一切属灵界的被造之物或者是世界顶的在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是非犹太人，做外邦人拢是伊祈祷的对象。跩拢看到上帝的存在而且你得到存在的意义人活伫这个世上若无感觉迄个有意义活咧有意义实在是真痛苦。咱亲像动物一样。到底活落来意义是啥物？有的人活落来无感觉有意义逐项享受皆有咯，但是伊活落来感觉存在的意义啥物袂明白，毋知影，所以活得真痛苦，真辛苦。所以保罗为着教会来祈祷祈祷的内容是啥物呢？第16节安尼讲。求上帝是求伊按照伊丰盛的荣耀，借着伊的灵圣灵叫恁的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叫恁的刚强起来。保罗为着教会心灵的刚强来祈祷。人的刚强分两款。即款是肉体身躯顶面的强壮真有力会抵挡各款的压力这个身体。但是另外一款是心灵内面的刚强，心灵内面的刚强会影响到咱身躯的健康所以真重要。保罗祈求的是叫因心内的能力刚强起来。咱知影信主的人活伫这个世界受到各款的压力
外在的压力甲内在的压力。外在的压力啊，就亲像一个天灾人祸咯，一个灾难咯、病痛咯，叫魔鬼即个呢引诱试探咯，叫压力咯，甲人的个关系的影响咯，互咱这信徒啊，伫心灵顶啊有真大的打击心灵顶面会搅了来软弱，所以有的人啊。真软弱就是受到在外在来影响到伊内在，所以咧保罗来求主按照上帝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力量叫信徒的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咱若无刚强，就是软弱，软弱就无法通做代志，无法通为主做见证。所以叫咱着软弱。第二个祈祷，保罗求主互信徒的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有根基。第17节安尼讲，互基督因着恁的信心点伫恁的心内，叫恁的疼心也是爱心有根有基，就是有根基，有法通甲其他的圣徒相甲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广深有法通明白上帝的爱、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广深。第19节安尼讲，并且知影这个爱是超过人所有法通测度，就是超过人所有法通明白的就叫神一切所充满来充满恁咱有爱心的时阵咱刚强的时阵上帝就这个爱来充满咱的心，来充满咱，叫咱有力量。所以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互咱心内的力量有法通刚强起来。咱家己真恶刚强。咱人是真软弱的，拄着什么问题试探，咱人就软落来，心内无爽的，心内有什么妖疑，有什么无好势的时阵有惊吓，咱人也是软弱落来。所以为了这个刚强起来，是为了互咱有法通接受耶稣基督，咱刚强起来伫基督内面，咱才有法通徛会在咱做这个上帝今日咱若软弱，咱就无法通徛在，就软落来。软落来就是软弱，软弱的人真容易受魔鬼试探，真容易受到这个信心的打击，来软弱落来。所以信徒对付生命这个成长咱灵性成长的道路顶面有一寡难处、困难的所在，乃是因为咱的内心这个属灵的内心有一寡情形来接受圣灵伫咱的心中工作。咱批判心，咱信主了，互圣灵伫咱内面的工作，因为咱软弱，咱有真侪无好的情形也佫存在咧，有老亚当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就让圣灵来工作，互咱内面这个新的人有力量。信主就是新的人咱有真侪见证逐摆看到有一家信主的人伊软弱是啥物缘故呢？伊是因为伊内心无原谅人没有饶恕人羞愤别人有无诚实的所在。还是内心充满着污秽、垃圾、暗沉，等等等等，是因为咱的心灵暗沉了，咱就软弱了。当这个人满有暗沉，咱就软弱，圣灵就无法通伫咱的内心来工作了。魔鬼就趁着这个机会入去咱内面来控告咱，来影响咱。咱的心灵就失去了力量，
真侪信徒就是安尼，咱应该着小心，咱着苦主，毋是苦家己。只有基督的同在啊，才有法通互咱的听心有根有基啊。无有听心，人若无听心，就证明圣灵无伫咱的内面啊。因为圣灵的价值是有听心的，有爱伫内面的啊。若无有圣灵，咱就无法通明白这位神咯。若无，咱若毋明白神，咱自然咱无法通顺服神，无法通顺服神。所以顺服是这个爱心的价值啊。无有根基的爱是证明无有得救的信心。因为神就是爱，当咱有迄个爱心的时阵，是证明神伫咱的内面啊，咱得救了。有真实的信心，才有法通得救。这个真得救的人就有圣灵咯，听心啊，因为有圣灵，咱的心听心才有根有基。圣经佫讲，咱有法通三甲一同明白基督的听是何等的长阔关深。咱有法通明白神的这个听，毋是教会当中少数的人会明白啊。上帝爱整个教会拢明白真理，受造就，明白真理，整个教会是三甲来明白耶稣基督的听，会明白真理，明白听，互整个教会明白了神的听了，并且因才有法通彼此相听，就运用这个神所咱的这个恩赐才有法通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只有听，咱才有法通三甲同工，三甲来享受神的恩典，神的听，才有法通三甲同工来侍奉主，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神的这个听是超过咱有法通想象的。咱用咱人的智慧，用咱的想象，真艰苦明白。圣经用明白神的听是长阔宽深，长到底是偌长，宽到底偌宽，咱无法通量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广大的听，咱用咱的人的思想无法通明白神真正的听。只有咱伫生命内面经历到、欣赏到得到了这个亲身的经历神的听，才有法通体会迄个神的听。所以咱伫这个生活拄着困难的时阵，经历神的听、神的同在咱才会明白，这个人伫死亡的边缘当中破病非常严重的时阵，几乎医生失去了盼望的时阵，神的听才伫遐彰显出来，神的能力才彰显出来。这个人了后之后病痛了后，得到医治了后，才体会到生命的宝贵，才体会到神的同在、神的听、神的保守，伊真心体验到。顶摆无体验的时阵，认为我是真刚强的，认为我是真有信心的，无论什么苦难，拢无法通将我打垮。一直到亲身经历着，才神的听是无法通用咱的喙齿来形容的。所以讲，叫神一切会充满来充满恁神一切丰富才有法通充满咱的内心。神的丰富也是超过咱所想象的。当咱经历到了，神会更较充满咱。这个充满的意思是叫恁被神一切的丰盛来充满的意思。当圣灵完全充满咱的时阵，咱才有法通得到神家己的丰盛。咱若愈充满，
得到上帝的丰盛就如做，因为神要将丰盛要互咱一个杯内面哦，充充满满。但是咱内面抑阁真侪垃圾伫内面哦，有一甲暗针纸啦，一甲粪扫伫内面咯，就无法通充满咯。神要将更较好的物件要互咱，咱着先将迄暗针的摕出来，才法互圣灵充满，将上帝的丰盛充满咱。所以啊，伊丰盛的恩典内面啊，咱来领受咯，恩上加恩啊，咱才有法通啊。充满的生命进入到上帝的内面啊，伫基督的内面，才有法通成长啊。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让基督会充满咱的教会啊。教会是伊啊，就是主的身躯啊，并且又充满了，互万民所充满来充满咱的心。这就是上帝所要充满咱的，所以第三点是讲，咱祈祷的根基是啥物？咱祈祷为什么神会听你？咱祈祷为上帝兼有一款的能力，通做到呢？圣经讲，神有足够的能力来成全一切。20节第3章20节安尼讲，神有法通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能大力，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来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上帝要将伊的恩典充满咧，因为伊有能力能做到。上帝要用运行伫咱得救的人的内心吼，的一款大能力啊，充充足足的要来成就一切，啊，是超过咱所想所求的。21节讲啊，但愿神伫教会当中，并且伫基督耶稣内得到荣耀啊，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上帝运行伫咱内面的迄个大能力啊，是讲到啥物呢？讲基督哦，伫咱内心哦，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啊，会产生一款的力量。咱信主的人是真软弱的，信主了后，神就互咱这个新的生命，是个新造的生命，一款的新的生命的力量、大能力，来成就一切。这个成就一切吼。毋通疗愈哈，毋通解释答。上帝托咱的力量，要来成就一切，毋是要来成就。有个人信主了啊，我要趁大钱咯，毋是这个力量，毋是要来成就你有法通趁大钱，毋是要来成就你有法通做啥物大事业、开大工厂大事业的代志。来是啥物呢？上帝要借着伊的能力伫咱每一个人得救的人的新的生命内面要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更新的力量，就是咧改变。咱顶摆是真侪一个无好的人啊，有真侪歹的习惯，有真侪博咯、色咯、贪咯、欺诈咯，各款的无好的这习惯的事做。神就用那个伊的大能力来改变咱的生命，当咱这个被造就了的这个个人啊，这个生命来进入到教会内面啊，咱才有法通伫教会内面来服侍主来运行伫咱的心来，这个大能力来成就、来改变这个神的工作改变。咱的服侍，改变咱内心的跩无好的代志，来建立上帝的教会，来造就信徒的工作。所以神伫教会当中啊，伫基督耶稣内面啊，才有法通得荣耀。当神的大能力改变咱的事做教会就得到荣耀教会就有能力。他为主做见证，上帝就因此来得到荣耀。所以当人看到教会情形的时阵啊，就将
荣耀归托神，归托神，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第二大点，咱要讲的就是耶稣伫教会内面的合一，合一有7方面，咱伫基督内面有法通合一。头一项呢，就是咱伫恩典当中伫神的恩中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当伫甲这个蒙调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确立保守圣灵所赐予咱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伫教会基督内面会合一。咱袂选出以前各人的背景、教育背景无同、习惯背景、风俗咱的态度、咱的为人，每一教育程度咱伫社会的即款的地位拢无同，但是进入到教会内面咱就学习啥物呢？互顺服伫上帝的灵内面来改变咱，互咱伫上帝的本性内面有份，当来荣耀上帝。所以行事为人就叫上帝恩相称。即囥咱行事为人就叫蒙恩三对称，咱迄个救恩。保罗写这个批号是伫監獄内面伊是提醒伫外面的遮教会、遮主内兄弟姊妹信主了后，着付出代价，着活出蒙恩蒙调的恩三对称。因为神既然对创世以前就选调咱、呼召咱，叫咱有法通机会通得救。这是恩典咱若无做啥物好歹，无啥物荣耀的啥物外面的作为简单神呼召咱，叫咱得救。所以咱就是伫神的恩典内面而且上帝疼咱是超乎咱所有法通想象的并且上帝的旨意叫咱来彼此相疼。互咱得到上帝丰盛的生命，伫末世有法通永远的来得到荣耀的福气，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个基业基业就是上帝的财产基业。所以这完全是咱得救是在乎恩，咱有法通生存伫世间的有法通生活，也是在乎神的恩典。这个生命是上帝所予咱，也是神的恩典。咱今仔有法通工作，有法通活跳跳的做工，也是上帝的恩典。咱有法通旅行去别个五路行，有法通食，有法通跳，有法通去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咱会食是上帝的恩典，咱会行是上帝的恩典，咱有法通享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既然上帝恩典是真丰富伫咱的身顶，所以咱伫世间行事为人就对得起主。咱若是对不起主，咱就干那一呢？咱就是蒙恩亏欠了神的恩典咯。所以鼓励咱恁行事为人，就甲蒙调的恩相称。那么怎样伫行为顶面，甲蒙恩这个得救的生命相称呢？伊直到有讲到五款的特质咱的行为、咱的内心、咱的存在，迄个内面的态度，叫做人的款式有5款。头一项是着谦虚，第二项咱着温柔，咱着忍耐，咱着有疼心，咱着和平，这几项。
即几项哦，毋是咱原来 natural man 吼，咱毋是这个天然的生命所具备、所有的。这五项哦，是上帝的性情。当咱一个人信主了后啊，咱圣灵就伫咱内面做工，又互咱这个交款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9项啊。怎么迄5项哦，是属于即内面的。所以即几项拢是信主了后的这个灵内面的特质，也是属于上帝的性情。咱本来是无的，信主了后，伫圣灵的工作下面啊，咱就有跩果子。那么咱生活伫世间行事为人啊，应该得有即几款的表现，才有法能荣耀上帝的名。那头一项是啥物呢？头一项是着谦虚，谦虚甲谦卑有无同呢？谦虚是咱内心存在，咱有一个谦虚的心。那谦卑呢，就是伫生命外表的态度表现出来。谦虚是咱内在的尊心。谦卑是外表的这个态度。所以伫基督这物件是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咱心内面有迄个内心活出来的生命，有先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才伫外面结果子出来。所以头一项叫咱着谦虚，就谦卑咱既然看见上帝的伟大，看见知影上帝的荣耀圣洁，所以咱就承认不得不咱承认家己无跩物件，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咱是真软弱的。当咱看到其他的兄弟姊妹、主内兄弟姊妹，神伫因的心中，伫因生命内面做工的时节看是伫因的内心做工的时节，看因的表现，咱看起到一方面看到上帝是这，咱就感觉怎样呢？感觉亏欠，咱是真卑微的，真软弱的。当咱看到上帝来改造跩兄弟姊妹，看到上帝的工作伫因的身上，上帝恩典伫因的身上的时节，咱内心才感觉到啥物呢？圣经有一句话：各人着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咱即就谦卑来了。咱若看别人比家己较敖较好的时节，咱就会谦卑。一个人若看家己比别人较强、较敖、较有本事的时节咱就骄傲起来。所以咱对人就有谦卑。虽然咱真好，咱也是着谦卑。虽然咱有其他的优点比别人无的，咱也是着谦卑落来，因为凡那谦卑的人，上帝叫伊升权；骄傲的人，上帝甲伊降低落来。所以当咱看别人比家己较强的时节，咱才有学习到谦卑。第二项叫咱着温柔。什么是温柔啊？温柔毋是软正，毋是软弱的意思。温柔就是一款内心的温良柔顺的内涵。有的人生性内面真温柔的，毋是恶偏偏粗鲁鲁的迄款的情形，是温柔的，毋是大声量大声发的，大声发脾气的迄款的情形的，那是温柔的内涵。温柔毋但袂甲人相争，有人爱相争、相量相竞争，要甲人争头前，毋是要甲人相争。而且这个温柔的人袂用言语，咱家己的话去刺激别人，袂用家己的言语去破坏别人，袂用家己的言语去贬低别人。
讲家己别人的歹话，讲家己的好处，温柔的人毋是即款的情形，无要甲人相争，无要刺激别人，无要讲别人的歹话，贬低别人，提高家己，毋是安尼。第三点叫咱着温柔忍耐，忍耐就是有几个意思，就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不幸的代志伫咱的心中发生的时阵，咱着存忍耐的心，吞忍坚忍忍受痛苦的即款的耐力就是互咱内面有即款的耐力。有时来形容上帝对罪人的一款的吞忍，上帝对罪人的吞忍，上帝用各款的机会，互伊伸出传道人兄弟姊妹向人传道，伊毋接受伊心内正义，并且反抗上帝会疼，上帝吞忍，一直来到伊回心转意，相信了主耶稣做伊的救主，所以上帝也是用即款的吞忍来吞忍这罪人，忍来到伊得救。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忍耐是指咱受到别人的攻击，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阵，内面无有一款采取迄款报复的心，我要报仇，毋是即款的情形所以会忍耐，别人对咱无好，咱忍耐；有用攻击咱忍耐。上帝，咱伫祈祷当中纪念因，为因祈祷上帝会改变因的心所以咱着忍耐。第四项有一款的特性就是咱着宽容。宽容是啥物意思啊？宽容就是彼此来容忍对方的软弱。对方有软弱，对方有真侪歹的习惯，咱真无欢喜，真无意爱，咱就向伊发脾气毋插伊，各款的情形，咱着宽容别人所以宽容呢，毋是因为别人对家己无因为别人对咱家己有亏欠甲伤害你无要用就拒绝的用爱来彼此对待。虽然因有软弱，咱来接纳伊，反正用疼心对待因这个宽容伊是无发脾气，无真过发脾气的表现。宽容是着用疼心才有法人宽容，用基督伫咱的内面的这个新的生命，才有法人让咱用疼心来去宽容别人。这个疼心才有根有基，因为有耶稣基督伫咱的内面，有圣灵的帮助，咱才有法人宽容别人。第五项就是叫咱着保守合一的心。咱本来伫信主了后，咱的背景是无相同，咱的习惯无相同，所以咱要着伫教会当中伫基督的身躯顶面咱着存着一个合一的心人无法通创造伫基督内面的合一，但是上帝互咱有一个责任，要保守啥物呢？伫教会内面有保守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教会的合一有的人是说咱来制度三堂咱这个属于啥物支派？咱隆重结着三堂，咱是着修正，咱着用送一款的圣经咱的组织是啥物啥物叫别人无送的？咱组织的统一，毋是身体的合一。你是啥物？这个合一是咱信主的人内心心灵内面的合一的意思虽然有时咱咧讲代志无合一的意见，但是咱愿意顺服，咱愿意为着合一
伫神的面头前来祈祷，求圣灵伫咱内面的工作，咱就有一个合一的心灵，来做神的代志。虽然咱有真侪无同的所在，但是伫咱内面因为有同款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伫咱内面，有同款的有圣灵伫咱内面，互咱彼此内面彼此相合吸引，来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有看到有的人伫咧开会，意见无相同、相正、冤家，并且出手相拍，安尼就毋对咯。咱合一的心是着灵内面的合一，让圣灵伫咱内面做工。OK， 可能你的意见较好，我体谅。下摆我若讲出什么你也是体谅让圣灵伫内面伫咧工作，伫咧和合一直到咱逐个人愿意顺服，愿意做合一就为主来做一项荣耀神的工作。毋是我意见无同就分离，毋是即款的情形。要好好的祈祷，祈求圣灵的带领。其实这个合一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造成的咯，伫耶稣十字架的顶面已经成就了属灵合一的事实。圣经讲第13节，恁将全是远离开神的人，如今伫耶稣基督内面。靠着伊的保护，已经亲近咯。靠着耶稣保护，咱人就相合亲近咯。因为伊互咱和睦，互咱和睦咯。伊是咱的和睦，上帝的主是咱的和睦，将两个无同的合而为一，来拆开毁坏咱中间的这堵墙。咱彼此之间未合一。可能咱中间有一堵墙砸咧，可能是一款罪，可能是一款真深的意见，还是固执一项代志。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将这个隔膜、这个墙脱走，互咱有一个合一的心。所以圣灵将合而为一的这个心要疏导咱，要疏导咱。神交托咱的责任是啥物？咱叫咱着合而为一的心，要叫咱着竭力保守，着努力来保守伫基督内面的合一。若有上人无愿意合一，是毋对。咱着遵着这个心，咱是基督内面的合一，着愿意合一，并且伫基督的内面才有法能合一，是伫地顶来显明基督这个身躯的一款的好的见证。看到基督内面的在身躯在兄弟姊妹有一个合一的心，彼此相听的心，彼此宽容的心，彼此吞忍的心，彼此用迄个温柔的态度用着宽容用着谦卑，在来做正在代志。愿神的名伫教会当中才有得到荣耀。不然信主的人看到伫遮兄弟姊妹无相听的心彼此攻击，彼此来讲歹话，彼此无和好，那么怎样呢？就无法通伫世间人面头前来荣耀神咯。所以合一是真重要。佮刷落去。合一的基础是啥物？咱敢若真爱合一哩？因为啥物咱是上一个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将咱买赎过来，得救信主的人是正做一个教会。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身躯是在信主的人合做一个。无论你伫啥物所在聚会，无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菲律宾人，你是日本人，你是美国人。人的合一，毋是因着送一款语言、送一款的皮肤，
送一个国家组织做一个，就是合一咯。合一毋是因着言语，毋是因着人种的关系，乃是因为合一，是因为耶稣为咱做成救恩，咱伫基督耶稣内面的身躯，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咱伫基督内面是生一个身体，就是教会。第二项，咱有一位圣灵，圣灵的感动。做工，咱才有法通信主。圣灵伫咱信主的人内面，才有这个圣灵；无信主的人无这个圣灵。有圣灵的顶头生，咱才有法通成做神的儿女。咱有法通信靠主耶稣，即互咱这个权柄，咱才成做上帝的儿女。哈，借着圣灵来重生我们，来顶头生，咱个。咱才有安尼，所以咱有送一个身体，就是教会；送一个圣灵，有一位主，一位主，这位主就是耶稣基督，吼，为着咱的罪，钉死十字架顶，啊，伊是教会的头，咱是身躯，啊，若是任何人啊，任何教会将耶稣基督啊推别人的任何的人、任何代志。任何的物件来代替主耶稣基督的迄个伫教会当中的地位，咱就无法通合一咯。咱就是诚做异端啦，因为教会头是耶稣基督，咱用别人来做教会头是毋对的，所以咱有一位主，一信，咱的信。是信为一位上帝，一位救主，一位圣灵，一位圣灵。所以咱是相信一款的救恩，所以咱的真理是一本圣经的真理，拢伫这个真理内面。一洗还是一浸，咱受浸，信主了后受浸，还是讲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内面，归入教会内面，咱伫教会内就毋通分门别类来破坏合一咯。讲到最后一点是，咱有神，这位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种主宰创造者，伊也是咱的天父。圣经佫讲伊是怎样呢？伊是超乎众人之上的，关乎众人之中的，就是上帝点伫咱的内面啊，也是点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的这位上帝，这位才是咱的天父。天父对头到尾来掌管一切，将咱无相的背景连接伫做一个，成做天父的儿女，并且万世对万世以前就立定。按照伊的旨意是无摇动，永远是属于保守看顾上帝的教会。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当咱听了知影，咱是非常的感觉。圣经来形容咱这段教会的时代，是一个奥秘啊！伫古早时这个奥秘无互人知影的，到伫新约的时代，上帝将这个奥秘启示出来。所以咱今仔日兄弟姊妹有几点咱三甲内面的，所以咱今仔日生活伫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内面啊，对于世界的将来啊，咱活伫世间对这个世界的将来来产生这款不安的心灵，产生一款的忧虑啊。讲咱的后代啊，下摆这个世界毋知变啊偌歹咧，毋知要变做怎样？这个世界无安定，这个世界无平安，彼此欺诈，彼此在非常混乱的，咱对将来不安，但是呢，当咱掀开圣经的时阵，神的话的时阵，电视互咱看的，上帝伊的旨意内面啊，为咱备办一个更较好的国度，是光明的，
互咱有盼望，充满盼望，充满着喜乐的一个将来。所以咱信主的毋通为着今仔日的这个乱世太过忧伤绝望，因为上帝互咱一个永远的盼望。第二项，神将这个空世，就是过去无展示出来的这个奥秘互咱知影，叫咱知影了这个神的奥秘了后，咱心内有一个安慰有一个安慰，有一个盼望，这就是咱们所讲的，毋单单是喜乐，也是一款的安慰。圣经讲神愿意叫咱知影，要叫咱知影啥物呢？这个奥秘伫外邦人当中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伫恁心内要诚做荣耀的盼望。哎哟，这个非常的好上帝托这个叫这个奥秘托咱做外邦人知影咱有荣耀的盼望。提摩太前书3章9节安尼讲：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伫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互天使看去被传到外邦人当中，被世间人信服被神接伫荣耀内面将来咱要被接伫，要从上帝接起伫迄个荣耀的内面所以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族裔，无论什么人，互咱人类，无论什么款的政权，无论什么互咱偌大的幸福，无论偌大的空间都无法能代替神为咱人类所预备迄个来比较，迄个是永远的，迄个是荣耀的，迄个是永远的福气的，因为咱世间人的头脑有限，智慧有限道德有限所以咱人所预备的国度、制度，拢是有限的。独上帝为咱备办的是无限的，但是迄位将来要来的是圣经所启示咱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要建立的迄个荣耀的国度内面，甲新天新地迄个所在。所以现在虽然咱仍然活伫这个黑暗的世代，都在咱的世代，真侪罪恶黑暗的世代，神叫咱信徒活伫世间的时阵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对待人做代志，就按照神的旨意来容神益人，应神益人。因为咱暂时伫人的看管下面，伫世间的国度内面，生活伫无相的国度内面，咱应该着靠主的恩典，伫这个国度，世间人的国度，做一个好的公民，应神益人。虽然现世代都在多难，但是神永远要甲咱同在，所以以马内利是神甲咱同在。诗篇第46篇第1节到第3节，也是永远咱讲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何等的宝贝的应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毋知你现在处伫什么款险恶的情形下面，或者是平安，咱感谢主。无论怎样世间怎样的变化，咱拢毋免惊。最终上帝
要甲咱带到迄个永远幸福、光明、有盼望的所在。所以，咱会记得，咱现在活伫世间，为主做见证，荣耀上帝的圣名，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来迎神悦人。来三个额头祈祷，亲爱阿爸爸神啊，阮感谢你，阮人会软弱，伫即个世界顶面，看到这世界的黑暗罪恶，人的心内拢无平安，对前途无盼望，失去了盼望。上帝啊，你的话语加添阮的信心，互阮有盼望，因为阮知影，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伫世间大水泛滥的时节，仍然坐伫伊的宝座顶，永远做王来统管世界。感谢你，你永远甲阮讲，你耶和华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心灵的力量，也是伫阮伫患难当中做阮随时的帮站。阮藉着祈祷，有法通亲近神，将一切的重担挂你交托神。神是听祈祷的神，恁祈求就要互恁，恁找就要找着。恁敲门就要为恁开门，上帝，这是你的应允，阮将阮的一生、阮的一切完全的交托，奉耶稣的名，阿门。